第九章，我喺基督裏面講真話，並唔講大話，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，俾我作見證。我係大有憂愁，心裏時常傷痛。為咗我弟兄，我骨肉之親，就係自己被咒詛，與基督分離，我亦都願意。佢哋係以色列人嗰個兒子嘅名分、榮耀、諸約、律法、禮儀、應許，都係佢哋嘅。列祖就係佢哋嘅祖宗。按住肉體嚟講，基督亦都係從佢哋出嚟嘅。佢係喺萬有之上，永遠可稱頌嘅神。阿門。但係咁唔係話神嘅說話落空咗。因為從以色列生嘅都唔係以色列人，亦都唔係因為係亞伯拉罕嘅後裔就都可以作佢嘅兒女，唯獨從以撒生嘅先至係稱為你嘅後裔。呢個就係話肉身所生嘅兒女唔係神嘅兒女，唯獨嗰個應許嘅兒女先至算係後裔。因為所應許嘅話係咁樣講嘅。到明年這個時候，我要來，撒拉必生一個兒子。不單止係咁，仲有利百加，既從一個人，就係從我哋嘅祖宗以撒懷咗孕。雙子仲未生出嚟嘅時候，善惡都仲未行過嘅時候，為咗要確立神揀選人嘅旨意，唔係由於人嘅行為，而係由於嗰位呼召人嘅主。神就對利百加話：將來大嘅要服侍細嘅，正如經上所記咁話：雅各是我所愛的，以掃是我所惡的。咁樣我哋可以講咩呢？難道神有乜嘢唔公平嗎？絕對冇，因為佢對摩西話：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。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。據咁嚟睇，呢一個唔係在乎嗰個定義，亦都唔係在乎嗰個奔跑嘅，而係在乎發憐憫嘅神。因為經上亦都有咁嘅說話向法老話：我將你興起來，特要在你身上彰顯我的權能，並要使我的名傳遍天下。照咁睇嚟，神要憐憫邊個就憐憫邊個，要叫邊個剛硬就叫邊個剛硬。咁樣你一定對我話：佢點解仲要指責人呢？有邊個可以抗拒佢嘅旨意呢？你呢一個人啊，你係邊個，竟敢駁神嘅嘴呢？受造之物豈能夠對做佢嘅講：你點解要咁樣做我呢？窯匠難道冇權柄從一堆泥裏邊攞一嚿出嚟做貴重嘅器皿，又攞一啲嚟做卑賤嘅器皿嗎？倘若神要顯明佢嘅憤怒，彰顯佢嘅權能，就多多忍耐寬容嗰個可饒恕預備遭毀滅嘅器皿，又要將佢豐盛嘅榮耀彰顯喺嗰個蒙憐憫早預備得着榮耀嘅器皿上面。呢個器皿就係我哋被神所召嘅，唔單止係從猶太人之中，亦都係從外邦人之中。咁樣又有啲乜嘢唔可以呢？就好似神喺何西阿書上邊話：那本來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稱為我的子民；本來不是蒙愛的，我要稱為蒙愛的。從前在什麼地方對他們說：你們不是我的子民，將來就在那裏稱他們為永生神的兒子。以賽亞指住以色列人喊住咁話：以色列人雖多如海沙，得救的不過只是剩下的餘數，因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話，叫他的話都成全，速速的完結。又如以賽亞先前講過：若不是萬軍之主給我們存留餘種，
我們早已像所多瑪、蛾摩拉的樣子了。咁樣，我哋可以講啲乜嘢呢？嗰個本來唔追求義嘅外邦人，反而得到義，就係因信而得嘅義。但係以色列人追求律法嘅義，反而得不着律法嘅義。呢一個係乜嘢嘅緣故呢？係因為佢哋唔憑住信心求，只憑住行為求。佢哋正跌喺嗰塊絆腳石上，就如經上所咁講話：我在錫安放一塊絆腳的石頭，跌人的磐石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。